特首，你話你想歷史留名，咁我問一個具體嘅問題：你想學羅馬尼亞嘅受西斯古，俾人民唾棄推翻，還是想學蘇聯嘅戈爾巴喬夫順應民意，推動真普選呢？主席，呢啲比喻係不倫不類嘅。香港面對嘅情況同羅馬尼亞同前蘇聯係完全唔一樣嘅。我多番講過，我本人同埋特區政府尤其係負責呢件事嘅同事呢，一定會按照基本法同埋人大有關嘅決定同埋解釋，推動2017年嘅行政長官普選。特首同我都冇水晶球㗎，所以你嘅下場呢，我哋仲未知道嘅。不過呢，好簡單同你講一句，如果你話提名委員會唔可以做橡皮圖章，你可唔可以喺呢度話俾我哋知道，香港市民個一人一票都唔應該係橡皮圖章，永遠都係一個冇篩選嘅特首選舉呢？主席，我哋嘅起步點同埋落腳點一定係基本法嘅規定同埋人大常委嘅解釋同埋決定，我哋一定會根據呢啲解釋決定同埋基本法嘅規定咧，係做好我哋2017年普選嘅準備工作。